由社會工作局與勞工事務局合辦嘅第7屆優秀殘障僱員嘉許計劃頒獎典禮，於2016年9月22號喺澳門美高梅酒店宴會廳舉行，公開表揚10名優秀殘障僱員。獲獎嘅僱員嚟自於不同行業，包括政府部門、博企、酒店、餐飲、社企、社團及職業中介服務等。僱傭雙方均秉承通力合作嘅精神，喺職場中實踐傷健共融嘅理念。頒獎典禮中，除咗向10名優秀殘障僱員頒發獎項外，並向僱主及支援同事致送紀念品，以答謝佢哋對殘障僱員嘅肯定同支持。主辦單位同時亦邀請咗中聯辦社會工作部代表、康復事務委員會委員、評審委員、康復服務機構及特殊教育單位代表等出席呢一件盛事。頒獎之後，大會播放咗獲獎僱員及僱主嘅分享短片，從中了解僱員嘅工作表現及僱主對佢哋嘅讚賞。接住落嚟，司儀邀請咗獲獎嘅僱員同埋僱主上台，雙方互贈禮物，彼此分享感受，場面溫馨感人。最後，主辦單位邀請咗澳門盲人重建中心 Focus 樂隊表演助興，展現咗殘障人士嘅才藝，喺一片溫馨愉悅嘅氣氛下結束活動。